来看到人咧去谣言讲阿公乃不爱打洞啊，原来是因为阿公卡麻无在调打洞啊，发生车祸。台北市青岛东路发生这件车祸意外，这64岁姓苗的儿子送拄起步无偌久，规只车随去弄到路边一只发财啊，互伊弄的发财啊弄一个兵车，零件落甲规涂骹，玻璃嘛碎糊糊。该在发财啊去当时无人，落尾警察进一步调查，原来是赛车这个儿子送因为卡麻，才会变做占油门发生车祸。 中昼食饭时间，一台黑色轿车准备要停伫路边，不过后一秒，规台车煞向头前冲，弄到头前一台货车。轿车的驾驶弄到别人了后，无停落来，颠倒佮继续弄，一直到货车后弄甲并车，伊才赶紧打洞啊！车祸的声音引起真侪人注意，民众嘛赶紧报警。就2次撞击声而已啊，就只知道他这样撞下去就翻过去了，看起来没怎样，因为救护车来一下就走了，然后后面有来2台消防车。 车祸现场涂骹拢是玻璃，黑色轿车引擎挂变形，水箱弄甲冒落，货车边90度倒伫路的，车头嘛因为弄到树啊变甲密密毛毛，好佳在迄当阵驾驶无伫车内底。 没有，我刚好下去这边。好险，这个好险，真的好险啊！在，我楼梯刚拿回来换好，走回去而已，他就给我撞了，还好人没有在车上。车祸地点就伫立法院边仔的青岛东路，早中到12点半，64岁姓苗的驾驶向赛车去弄路边的货车，落尾伊甲警方讲，因为家己卡麻去，吹油门了后反应伤慢，才会发生车祸。2个脚他就麻了，就是一直踩，你说好像没有踩着啊。 虽望货车互弄甲并车，不过真好运，无人受伤。经过纠察了后，驾驶嘛无啉酒，伊家己可能嘛是袂够讲，会因为卡麻去造成车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